我们今天也邀请到静芝师姐。那静芝师姐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仁波切，就是关于文武百尊方面的问题。好，好。仁波切，你目前的你的佛行事业主要是宣扬那个文武百尊法，那可以请仁波切帮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文武百尊法？好，文武百尊法，它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那么当然是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作为圆满的解释，但是我今天就是做最简单的它的纲要方面的一个解释。佛教本身的九乘指点当中呢，就是最高的阿德语切。阿德语切当中呢，就是有六大特殊法门。六大特殊法门就是大圆满中的最殊胜的最圆满的最高的法。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法就是听解脱法。听解脱法就是文武百尊的法。那么文武百尊的法，它本身的缘由是什么样子呢？过去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波罗蜜的大师，他是非常怎么说呢，高的学问，然后就是精通无名的非常高的一个学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师。他收了一个弟子，那个弟子是一个王子，一个国王的儿子。那他就培养弟子就是很长的时间，然后呢，那到最后呢，就是那他的弟子也是变成非常有学问的一个这样的人。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弟子呢，就有一天呢，就是想到一个事情，就是看到自己就是已经是学问各方面就是达到已经很高的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他就在看的时候，就好像是除了他的师父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得过他的自己的学问。这个时候他就去引起了一个烦恼心，他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我的师父的称在的话，我是最有学问的，而且是最高的，而且最大的，会这样想。然后同时他也是引起了一个不好的心，然后就伤害了他的师父。伤害了他的师父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师父也是引起非常大的嗔恨心，因为那弟子对他有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大的嗔恨心，那就往生了以后呢，那就是他就是下了地狱。然后后来呢，就是他的弟子也是下了地狱。因为这个来说，就是在所有的业障当中，就是这个最严重的最大的业障，所以就是一个弟子对师父有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罪。那师父也是同样的对于弟子起了那么大的嗔恨心，所以本身所有的业障里面，嗔恨心是最容易能够下地狱的一个这样的业障。所以就他们两个都下了地狱。下了地狱以后呢，就是一般的地狱的众生呢，就是只是感受地狱中的痛苦。如果是一个人间呢，就是只能感受人间的痛苦。那么如果是一个恶鬼的动物呢，就是恶鬼道当中呢，就只能是感受恶鬼的痛苦。所以如同这样，就是每一个儒道当中的众生都是一样，你感受幸福也是只要是感受在人间的话，就只有人间的幸福，痛苦也是同样的。但是他们两个的业障是最重的，所以就他们两个得了6种病。得了6种病呢，就是感受六道的痛苦，同一个时间要感受六道的痛苦，因为他们两个的造的业是最重的。所以就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六道当中呢，没有比他们两个更痛苦的一个这样的众生。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普贤王如来就发了大愿，然后就为了要救度这2个众生，有这个文武百尊的法传给了金刚萨埵跟金刚树菩萨。那么在金刚树菩萨跟金刚萨埵在地狱当中打开了文武百尊的坛城，那么度化了他们2个众生。所以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文武百尊的法。文武百尊的法是这样来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金刚树菩萨传给怎么说呢，七系金刚跟还有
莲花生大师。那么莲花生大师带进到西藏，然后度化了很多的众生。后来呢，就是有一段时间西藏的众生共同的福报没有那么圆满的时候，莲花生大师也是快要离开西藏的时候，把这个法又伏唱在一个深山当中。然后后来莲花生大师的预言当中说会出现这么一个高僧，他是一个伏藏师。那么这藏地有128个伏藏大师当中，就有8位林巴者，有取名叫有林巴的8位高僧，其中一个就是伽玛林巴尊者。那么伽玛林巴大伏藏师就会去这个伏藏，然后就可以继续在人类度化众生，有这么一个因缘。后来呢，就是在过了大概就是几百年后，那就是确实有出现了伽玛林巴尊者。那么伽玛林巴大伏藏师又把这个深山当中呢，就是在文物本身的法又举装出来，到现在我们就可以修持的这个文物本身法，是这个传承来说到就是尼玛派的主要的2个教法是，第一个是大伏藏法，第二个呢就是教禅总集。这个里面来说到，就文物本身法是大伏藏法方面的。那么他的举藏师呢就是伽玛林巴尊者。那么伽玛林巴尊者到现在呢，就是已经有传承到我们这个人类的，到现在有时候我们可以修持的这个法就是这样的，它的来源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殊胜度来说到，就它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听到这个法的名称，就可以获得解脱的宗旨。那么在特别来说到，就一个人往生以后，刚他往生的时候，就是中阴的过程当中，有人帮他修持这个法，就听到这个法就可以获得解脱的。刚刚好，最好就是帮他修持的这个时间是一个人在快要断气的时候，有人帮他修文物本身法，就可以他在那个实相中阴的时候，他就获得可以成佛的机会。所以就这个是非常殊胜的法。那么在透过文物本身的法而可以成佛的方法来说到，就又并不是说从这里去到一个投生到一个净土，然后在净土当中修持很长时间，最后会成佛的，不是这种的。他是在即生成佛，也可以说是中阴的时候成佛。他的成佛来说到，就是一个刹那之中，就是很快的时间里面马上可以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法门，所以就非常非常殊胜的法门。所以我是为什么要特别弘扬文物本身的法，原因是它是任何一个层次的人都可以接触的。接触的方法来说到，就又并不是说是刚是自己去修持的，那么他就是可以在透过获得灌顶或者念诵信珠而这样的方法去可以接触的，所以就非常殊胜的。对，谢谢仁波切。仁波切。那请教仁波切，文物百尊坛城的内容跟它殊胜的地方是在哪里？好，同样都是相当就是文物百尊法是非常殊胜。那么殊胜的法让更多的众生能可以接触，这就是作为一个弘法的上师的主要的任务，而且也是主要的弘扬佛法的方法。所以我们就在我的这一世当中，发心要建立一座文物百尊的立体坛城。那么文物百尊本身就是它是听即解脱法，立体坛城来说到就是见即解脱法。任何一个人能够可以见到这一生当中见到这个殊胜的坛城，那就可以获得圆满的成佛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这一次发心要建立一座文物百尊坛城的原因，也是让更多的众生能可以获得成佛的机会，获得可以解脱的种子，以这样的缘故。Dhamma
a amara la Sukanyana datu a amara la